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大罢免，共估敢是大失败？选情是乐观杂色对倒来，那么是对头一错误，也是选举的技术歹，也是问题出在空中保台。今仔日4位后当事者、学者斗阵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罷免王鴻薇的領銜人陳柏宏。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陳柏宏。那麼第二位是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林家豪。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政治評論者吳坤玉。主持人，然後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資深媒體人謝浩哲。大家好，大家。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這一連串因為罷免結束了後，那麼無一案來成功，在野了點名賴總統愛辭去掉黨主席，要求行政院的內閣來改組，就連罷免代表人之一周興成，伊嘛批評民進黨無承擔責任，放掉823的這個罷免，要交予民進黨家己來拍拼。民進黨秘書長林右昌今仔日就在面冊表示，執政黨民進黨愛負責，昨仔已經當面向黨主席賴清德來請辭。甲民眾直情攬做會，國民黨立委李干修拄着人道感謝，第一波立委罷免案結束，國民黨立委全部收掉咧。朝前南委王鴻薇切下新羅志強也攏掃假社票，暗過除了感謝選民，也閣將炮口對準行政院。王鴻薇閣點名，即馬被關稅衝擊，內閣應該改組。美國的關稅貿易戰，或者是像這次南部受災這麼嚴重。行政院的表現，通通都是不及格的。突發現金1萬塊，在這一次民意當中，我相信朝野大家一定都有聽到一定的聲音。總統院長不要再天人交戰。王鴻薇個表態，那行政院對破壞現金提予其一定的後果。罷免案帶頭人之一就形成透過面冊向罷團志剛發聲，放下8月23的罷免，強調迄是壓力對決的戰爭，責任重大承擔不起。賴清德哈，如果還想再被打一次臉，民進黨如果還想再受一次教訓，你就繼續搞吧，否則的話，趕快懸崖勒馬，趕快收手了。失敗的檢討不等於就是內鬥啊，中共最喜歡看到的就是民進黨的內鬥，黨啊或者行政院有必須做什麼樣的調整啊，這個民進黨內部會自己檢討。那被點名賴總統是黨主席、行政院長杜英台甲內閣總辭，黨團總調郭建明應該是無分區。林準現認為，民進黨會有內部檢討，個需要強調8月23罷免案，那公民無放棄，民進黨必然也必須承擔更較大責任。記者綜合報道。那麼其實一連串大家攏有反應。我因為今日頭一位是這個罷免的這個領銜人所以我愛先對周興成組黨開始講起組黨誒，伊就講8月23的這個罷免應該過第2批我勸大家放下，讓民進黨家己去努力吧。那是難力對決的應戰阮拍袂起。這也是民進黨翻轉國會最後機會，責任重大，阮也承擔不起。此刻不必為民進黨耗盡我們所有的能量。我要問柏宏你敢有認同組黨安尼講法？我愛老實講我無法度去代表組黨的。當然，當然，但是我會當代表的是我家己，含阮這個刪除危害這個罷團我含主持人含大家報告阮即馬的感覺，敢若有感謝滿滿的感謝感謝每一個出來投票的民眾，感謝所有的志工因的辛苦。
我感觉即马吼对咱来讲，阮去讲啊，民进党好唔好，这对咱来讲拢唔是上重要的。如果这是足趣味的吼，因为国民党一直讲阮是民进党的侧翼吼，甚至讲王宏威委员佮讲啥，我是民进党市的簇拥嘛，吼。所以如果讲我感觉阮做失败，阮无爱帮民进党，这就足奇怪。如果我是簇拥的话，我根本无啥物帮不帮的问题，我一定爱帮忙嘛。但是对我来讲，唔是帮不帮忙，因为这是民主的社会，每一个公民徛出来因做的代志。阮感觉会讲，阮袂讲阮失败嘛，因为失败你的角度是啥物？你讲你失败，你的角度就是哦，你对得利者的角度，你无成功，你没有得到利益，所以你失败嘛。但是咱敢有失去什么利益？讲实在话，这对咱来讲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咱伫这个体制内面，咱用罢免这个方式，咱来和社会对话。啊，有的人无认同，哦，咱嘛尊重，吼，但是。选举的结果是安尼，咱就爱。啊，你有认为？因为我今仔日早起就看啦，有人去写票咧。恁这个罢免的团体去写票啊，开始咧啊，而且伫新店区诶，哇，佫开始佫咧扫街，佫咧拼823呢。阮想每一个霸团因拢有家己的动力啦，所以你会当看到每一个团体因的动作无共，样态无共款。所以这不是一个中央厨房式的一个活动吼，这是一个民主的活动，每一个霸团拢有家己的意识，然后每一个霸团。我问你讲，民进党，你认为在你这个选区，民进党有甲你大出力，还是讲，伊若是安尼，佫杀一个吼，啊，佫出来一点啊？我可能就会赢，你有讲有这个遗憾无？我感觉咱拢走过这段路啊，无什么遗憾不遗憾。但是我爱讲，我今仔日来进前，我就和阮的干部有伫讨论，讲咱是一个感谢的组织，所以我问讲，所以阮爱好好啊去算讲吼，这什么人吼，咱爱好好啊感谢。我有一个名单，我会当念一个。来，请。感谢这个普马委员，好，还有感谢这个佩义委员，好，还有亮君林亮君林议员，若芳议员，还有新北市的林炳佑议员，还有黄杰黄委员，裴瑜委员，林楚英林委员，郭玉琴郭委员，吴思瑶吴委员，这个民进党的委员和议员其实斗相共足济。啊，还有一个不是民进党的，但是因为有写到，所以我嘛爱讲出来吼。这个就是阿苗博雅吼，啊，伊其实伫这个活动中间吼嘛是真侪斗相共，所以这是咱对。咱讲泛绿的这个议员还是委员吼，因的感谢。啊，还有一个伊毋是议员，也毋是委员，但是阮嘛有写出来是啥物人？是周轩、立轩，是这个柯总召的助理。所以咱感觉讲，其实咱一路顶悬吼，有得到足侪人的。你嘛是规帮人呢吼？得到足侪人的疼痛啦，我安尼讲，足侪人的疼痛。啊，除了委员之外，佫有啥物人？讲曹董，其实曹董。甲咱做者斗相共的，啊，佮有阮甲讲一个，就是辜宽敏基金会，伊其实美秀姐其实嘛，互咱做者斗相共。其实要感谢的人太侪啊，咱会当讲的可能不止遮的啦，但是我即摆会当讲的，敢若遮的人。好，安尼吼，煞来检讨的代志，这3位啊，煞来你才来做一下评论吼，林老师吼，因为你的文章吼，第一个，你感觉讲？这一次吼，中间选民，因为这个抗中保台这个大帽啊吼，无法度讲详细讲因在这个国会内面做啥物，所以递一个大帽啊。结果这个递这个大帽啊了后，递输着中间选民感觉真野线，你这是恶霸，所以因2字就甲你递过去，所以中间选民甲少年人都无出来。老师，你的观察，你会当讲观众朋友就对。我感觉这场吼做罢免，
量真多，或者大罢免啊。不管咱要为倒一个角度，其实我个人我无认为这届是失败。虽然结果虽然结局唔是遐尼啊，互人满意甚至甲原来的这个期待有真大的落差，但我无讲迄是一个失败。我这个讲法是，既然是罢免，而且是大罢免，你就要行入去这个大罢免的制度的逻辑去解读，去解说为什么结果是安尼。当然咱昆玉前辈伊的这个文章分析了更加彻底。我意思是讲，你若行入去罢免这个逻辑，其实这个选区30几个选区，你也是一个选区一个选区来观察，每一个选区过去的经验，若毋是这个人出大问题，韩国瑜迄个案，若无就是就是讲是议题规个背景，例如中国因素是爱非常非常的明确，迄个压力真大。譬如讲2020年总统大选，北京的助选，你若无这两个因素，你要就罢免还是讲特别的结果仓选举，但别为迄届，迄届是因为伊是意外当选，无意外互罢免，迄是迄个选区结构的关系。若无你要选罢免，你就要转来罢免这个逻辑。这个逻辑这届我认为这个人的部分。就是叫每一个选区立委的部分，伊真大程度稀释掉，因为咱有一个议题主轴，有一个就是或者环境、后台，这个，但是这个主轴，你看每一个选区下骹面对即卖的立委，产生的迄个能量就会较弱，必然就会较弱，所以我无认为是咱罢团无够拍拼，已经足无简单的啊。我认为这个意义是真正面的。就这科本来就歹考了，对吧？对，所以你必须行入去迄个结构内底，唔通袂记，咱毋是一个选区，咱是30几个做伙来，伊会甲每一个选区要做罢免这个困难度，加几落倍，无咧甲加30几倍，所以我会甲这个罢免当作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伊是一个公民运动。一些公民运动，虽然咱为结果必须就罢免尾啊，到底有几席有成功来做一个判断，来做一个咱讲拍分数，但是唔通袂记，伊是几个公民运动，只会当讲即届即个操作，最后决定一个罢免的逻辑。我认为原因出在遮，所以咱讲，譬如讲中间选民也好，讲摇摆的选民也好，即届即个发展无互伊去，譬如讲行入去，到底我即个选区即个人到底有出什么大问题，伊无法度感受到。然后你讲即个反共后台，即个互伊感觉莫讲亚线啦，互伊感觉讲安尼特别讲拢是安尼，就我。个人一寡细节的观察，甲可能一寡少年朋友，伊拢有互我即种感觉，讲哪会阁是即种政治语言？你真歹甲伊解说，譬如讲咱即个一年外来国会的一寡表现。伊嘛讲到有嘴，讲到无烂，讲我预算安怎，但是真侪人听到就是听到这个反共，反共保台啊！是，譬如讲，我个人是一个宪法学者，我会教人解说讲，国会为什么伫即个宪法诉讼法，甲即届即个宪法法庭，宪法法庭破坏现金，为什么国民党的立委讲，我要甲宪法法庭瘫痪？为什么伫宪政是足严重的代志？我必须来讲，我甲真侪人讲，真人听无是啥物意思？你无法度议题，无法度拍动人，感觉袂起来。印象你是大家拢咧舞政治语言，然后迄个人我看袂出有啥物大问题。其实结果，我认为已经拍真好的一场战役，虽然结果毋是遐互人遐尼期待。是这是林老师吼。那有他个你家己，因为你的文章写得真长吼，我真简单啊，观众朋友啊，第一，民进党本身的角色应该要被检讨，坤耀哥。你对这开始讲起好啊？好啊，这是安尼啦，就是说，民进党是现在的执政党，它有很多的包袱，
他也要避免人家说他是什么政党对决啦、赶尽杀绝啦，什么，他要避这些东西。问题是，如果大罢免成功了，实质得利的是谁？民进党啊，对，你逃得掉吗？你逃不掉嘛。大罢免失败了，责任算谁的？你也逃不掉，你也逃不掉啊。所以你中间，那你钱也对想要逃，对不对？然后你逃不掉，对啊。然后那你干嘛中间要躲、要闪、要切割呢？所以你该下水的时候要下水。简单来讲，这第一个。第二个，好，心态上面要把它确定。这民进党犯了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精准罢免或者是全面罢免，我那个时候我有写很长，然后有文宣上的问题，那文宣上面当然是全面罢免会比精准罢免来得好打，但是回过头来讲，那你全面罢免的时候，你就要全面罢免的诉求主题，就刚才主持人讲的抗中保台，有没有？就打出来。可是大家没有想过，抗中保台这4个字已经用了10年了，招式用老，你听，你知道？那这个，它就跟那个，就所有的政治的词汇，那它都有一个生命周期。那它就跟提款机一样，你提，它提款机里面钱再多，它总有一天会提完，大家会腻。那政治的名词，它永远有一个东西叫做，经济学上叫边际效用递减率，一定会。但吴大哥，因会去讲抗中保台，就我就近来观察到做党的吼，因会讲抗中保台，事实上就是看到讲，哇，这个立委安怎，所以真直觉，很直觉啦吼，真直觉。啊，你的意思是讲，袂使讲这，还是讲换一个新名词？它是太偏重，懂我意思啊？比例太高了。比如说，你今天假如说你要去讲马文君好了，好，我反正接下来823嘛，你要去打马文君的时候，你除了说抗中保台这件事情的话，你要给他一个东西，在战术上面，你要给他一个东西叫做反形象定位，叫浅见杀手。比如说是这样，你要具体告诉大家，他是坏在什么地方。你看徐小新到后来，他说：“你告诉我啊，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你为什么一定要罢免我？”讲不出来，没有办法在1秒中间，大家从印象里面就能够反射出来。那对不起，这个关就过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在做文宣的时候都知道嘛，你要做我的形象定位，也要做对方的反形象定位。那这个反形象定位，你在那个大帽子下面你就做不起来。那第二个，抗中保台这个词，做，讲了那么久以后，打得太过头了。好，不是说只要抗中保台，你做什么事都可以，你骂谁都行。有跟我一样，我就给你扣一个帽子叫抗中保台，这会引发很多人的反感。好，不能这样子做。这个做法，尤其为什么赖总统那个杂直说，他会引发那么大反弹？因为在之前累积的其实就是。那抗中保台这个事情，大家延伸，把它适用范围越来越扩大，你会就开始压迫平常不跟你一路啦，但是也没有要投共的那种人啊。那这些人都被反弹、被压迫了以后，所以杂志说，叭一丢下去就炸了。那不是说杂志说本身有多大的威力，它就是火柴。吴大哥，那因叫做删除危害。你认为应该下骹爱挂什么物件？挂咩事落去？那王宏威不是有删除什么东西吗？有对吗？有删一堆什么消防头盔的，但是讲伊被葛兰，他说我没有删，我撤案了。然后，但是他又说一件事情啊，他说，因为我当初为什么会提这个案子？因为我当初以为是他要补助黑熊学院，请问黑熊学院去推动民防，这样子有错吗？那推动民防，然后或者是防灾，或者是你战争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战争，因为现在每天但是那条钱就是
买头盔。对啊，然后他把这个东西跟黑熊扯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就大家觉得很荒谬啊。黑熊又不是卖头盔的，不，就算要补助黑熊，然后不要说头盔了，我们假如说有一条钱是要补助黑熊的，好，那你可以去计较，可以去算，说你讨厌黑熊学院，那黑熊是在做民防的，请问做民防做防卫韧性有什么错呢？那这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扣下来，这个中间你再去给他一个形象定位嘛，那精准罢免跟全面罢免的这个事情，它其实最后落实的差距是在这里，除文宣上面的，刚刚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最重要叫资源，没有一个政党有那么多资源啊，好，那个民进党你全党下去的时候。你还到第3阶段，你要达到选举规模，好，这是叫会战。听讲一个扛棒要补助几块安尼？那什么5000啊、1万啊，这样子在补助的。然后，可是我随便挂一个看板，最起码3万6啊。我要挂一面稍微大一点的10万、20万，那个你叫议员去扛吗？议员扛不住啊。议员明年自己要选啊，所以你这边要不要？所以那时候大家在3阶的时候，要进3阶的时候，曹董跟很多人都建议说，你民进党要派人出来顶，至少每一区要有一个领军人物，或者是你要这个后面要补选的那个人，你及早就要拉出来。因为大家要去投资也好，要去赞助也好，要去卖人情也好，他也有一个标的。你现在没有人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怎么玩，大家都站在旁边。你刚刚看那个你们的画面里面，你看最后面几天，蓝委除了看板啊、公车广告，然后所有的宣传车战车全部都出来。我问你，你三树围还有几台宣传车？没有。恁无宣传车？没有很多啦，没有很多，我们就非常有限了。你们有战车吗？就一台嘛。对。那状况大概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你。这是资源面，第3个就是事后诸葛了，如果你全面罢免的时候，就会跟现在的状况一样，一天一个下午就把整个国家都输了，你没有撤退的空间。你如果是精准罢免的话，我罢3个5个，罢输了，我后面还可以来做调整，我还有迂回空间，而且还会让后面的其他的蓝委。会怕到，那现在其他所有人，我们现在如果加上823，那个看起来过的几率不大。国民党立委31个领了免死金牌，那你觉得他们会比较乖吗？这是真歹讲的，后日安怎看？坤玉都要讲的，前面大部分讲战术面了，其实你真的问题是你战略面错误。你整个战略面错误，就是坤玉讲，你刚说精准罢免，你还有正当性，当你全面罢免的时候，你有无进动性嘛？好，我先讲说，这届选举不是国民党赢，是民进党输。好，大家不是说国民党不是国民党赢，是民进党的失败，好，是民进党的失败。嘛不是罢团输哦。罢团，我就问嘛，吼，伊即马7个过25%嘛。系啊，吼。是讲伊是输咧大，因遮嘛25%有过啊，真无简单啊。是别人的票比你较济嘛，为怎有别人的票比你较济？吼，这个你规个战略甲民进党互人讨厌嘛。我就讲嘛，吼，你当中二补选投票率偌济？51.72啊。吼，基隆的罢免，拢拄仔工作中二的罢免，基隆谢国良的罢免投票率偌济？50.44。这届偌济？60%哦，平均56.2。好，除了丁学忠跟黄建斌两个49%以外，拢超过50%。国民党24个拢过25%。好，傅昆萁60%，对不？进前敢有人想到投票率遮悬？罢团嘛无想到啊，伊想到是讲对罢团来讲，差不多48%到52%，可能是上好的状况。我的青鸟拢走出来低米线啦，哈。吼，结果导出这种投票率，吼，证明啥？中选民拢走出来嘛。选前一天，国民党咧开斗，迄场面敢有好看？普吧。既然路
霸团迄场地，迄场地较细，也毋过真热，吼，搁时间搁长，要考要提啊，啊，选前一天，吼，国民党咧算的，甲你讲几席，大概是0到3，吼，或者最多不会超过6。民进党甲你讲啥？6席到8席，可能搁有10席，吼，选前到为头前到尾民调，吼，无一届甲你讲去投票的，吼。反罢免会赢，无一个民调甲你讲反罢免会赢，拢甲你讲罢免会赢，因为较热嘛，对无？啊结果投出来，为怎倒败？就讲民进党咧讲哦，毋是哦，是国民党的基本盘偌好，拢走出来。我就问嘛，7个国民党的立委，吼，不同意票超过伊当初当选的当选票，吼啊，中央有一寡是讲顶届有一个蓝的，有一个白的。2个加起来，佫有较济，佫有，也毋过有一寡是当初无白民众党的候选人呢。伊的票比当初当选的较济，那是基本盘。民进党即马就是无要承认家己输嘛，就讲哦，毋是我歹，是别人较好嘛。即个投票就甲你讲啥？是真济的中央选民看袂落嘛，走出来投票嘛。伊国民党甲民众党。动员袂着人，你民调看找无这人，结果选投票的时阵，拢总走出来。毋是讲抗中保台这无成功，是讲你用到上超过。我上讲上简单呢，为2019年吼习五年开始，吼亡国感这个代志，吼这3个字甲大选已经拢有关系，吼每到大选拢亡国感就走出来，吼。啊，民进党嘛，安尼赢2020、2024，对不？啊，即个搁咧炒亡国感，拄啊一个昆玉讲边际效益递减，吼，我搁甲你讲，我讲一个，吼，即届大罢免成功啊失败，总统奖，拢是偌千地嘛，吼，你甲我讲哦，即届选大罢免失败，吼，台湾就会安怎？多数的人是袂接受啦。因为唔管好歹，就上歹就即摆安尼嘛，所以你亡国感就打折扣嘛，对不？也唔过你即摆是讲你全面的罢免就无进党心啦。遮济中央选民会感觉讲，即届那是讲民进党搁赢，吼，选前的时阵，吼，你民进党吼，迄个姿势足悬的，吼，甲我讲啊，你在野党就是爱消灭，吼，甲你讲。你搁看检察官为头掠到尾，遮济人会感觉讲台湾民主搁安尼行落，吼，敢有未来，吼，逐天看曹新成甲沈伯洋咧处理国家大事，大家敢会接受？所以变讲遮个人拢走出来嘛，你原来拢找无这人，这就是中央选民啦。啊，你民进党爱去接受你爱去承认这代志嘛？啊，你到阵我讲上简单呢。第一天选了，吼，总统讲无输赢，行政院讲无输赢，民进党秘书长讲啊，这毋是政党对决，啊，无你今日落台咧落啥？啊，毋是讲这讲甲你民进党无地带，你有惊为什么有落台？吼，你无一个秘书长落台咧，脸书落台啦，你嘛开个记者会甲我讲，你即马到底是对上会室的，是对霸团，对民进党的是啥？吼，就算你对这2个好啊，过去一冬，吼，拢咧炒这物件，炒到密密麻麻，吼，是想要甲大家一个交代，拢无。你民进党今行输敢无应该？哪有人输一个选举输了讲，我无输，我甲我拢无地带。国民党较烂嘛，无烂到这行，你无输上要输，这不是责任政治吗？你上无就爱承认这物件嘛。你已经讲到这吼，我就顺续甲你问吼，刷落来民进党吼已经开始讲，听讲这几天吼，伫官体内面吼，拢一直咧开会啊啦，看是内阁要安怎啊。但是你认为，即摆现主席上重要823啊，是要安怎演落去，要安怎继续落去？人霸团是即摆佫要继续冲哦。冲啥？曹新成就甲你讲，我无意啊。无人在地，今仔日我只跳工走去
新店去看。对啊，搁有人要移嘛，吼。要毋过你民进党即马拢点嘛，吼。啊，你即马秘书长辞职啊，曹新成无爱移啊，你就剩迄霸团进退不得的遐苦撑嘛，吼。你民进党即届罢免的时阵，吼，把徐崇仁啊、什么王小丽拢物件拢塞到第一线去，结果输了你搞讲无爱地带，人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对不？徐崇仁即马我就问你民进党啦，吼，后届选举上甲你徛台，上甲你赞声，即马拢互你放鸟啊！对不？这届出来迄艺文界的人，拢都死在沙滩上啊！我来问伊的感觉啊。我要安尼讲啦，我身为公民哈，因为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公民运动啊。那当然有政党愿意来协助我们，咱其实是做感恩的。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哈，我伫做领衔人开始哈，我就互人肉搜。我想要问后资兄。就是讲，你今仔日做一个公民团体的代表，就人写公文去互你的职称哦，你的薪水，我讲较歹听，阮爸爸妈妈拢唔知影我薪水摕偌济。伊伫电视罢免，唔是罢免啦，说明会的时阵，伊嘛无公开回答。我做一个公民，你讲我后壁有啥物人？我即马结束啊！我们刚美欢乐讲秋后算账，协助我们做吹哨者的这些人，会不会被再秋后算账？会不会就是又开始打电话去说，恁这个公文是啥物人互霸团呢？敢有这个可能？我讲实在话，我家己去面对这我甘愿啦。但是如果讲协助我的这些人，这些吹哨者看不惯。王宏威做这种代志的人，嘛，互人安尼牵拖了，我是感觉真歹势啦。但是我还是要问一句，就是说，安尼的代志敢无违法？你一个立委，你会当用你家己的权利去抠这的资料？你即马甲我当作是绿营的侧翼，还是讲绿营的簇拥？你摕证据出来嘛？我抽佣摕一堆嘛，安怎是侧翼嘛？我没有党籍，我没有当过党职。我在国防院的时间是做到去年的7月31号，8月1号正式生效。我今年的1月30号，我伫开车登去要过年的时阵，我才接到霸团的电话，问我说愿不愿意当领衔人。你讲哇，民进党就是抽佣养人，饲伫遐要罢免的时阵，就出来变公民。你敢有道歉过？一句话拢无讲的。碧红，你讲这，我相信你在整个罢免的这过程当中，你也有向选民讲过。有嘛吼？在尤其你听到3位的这个讲法，你有感觉讲，你这个理由，我唔是调工要调整哦，我是想要知影这个原因是啥物？是真还佫有。其他的人对着这件代志是无感觉的，所以用安尼来诉求是无效的，还是讲这只是输掉这个罢免的原因充分之一而已。我个人的感觉是安尼啦，这个时间顺序是安尼哈。3月3日4号的时阵，民众党的这个前中央委员张义瞻委员，他 po 了那个脸书的对话那这个事就爆发出来了。然后3月5号，王宏威就在脸书发文，他说，这个就是我是民进党的酬庸但是如果咱把这个时间顺序捋出来的话，那是2月10号伊就写文去和国防部讨资料，要求2月13号的时阵资料要回复回来。3月5号这中间这侪天，国防院给你的资料，国防部给你的资料，敢无清楚讲我已经离职啊？你搁会当伫脸书的贴文讲，我就是酬庸。那个贴文写啥？说他是不是还在职？我们还要再确认，是要确认啥？你是要确认啥？我早就离职啦。那我讲要讲这句话，我是感觉讲，他就是把我们打成蓝绿对决啦。
很简单嘛，他就把你打成所谓的绿色权贵嘛，你是仇庸嘛，就是伫遮，甲你拍做哪力对决。他带坤耀兄也讲过，讲啊，这项代志到上后尾得益的就是民进党，输嘛是民进党，赢嘛是民进党，所以伊不可避免的就是哪力对决。是不是安尼？还是讲你有其他的想法？我感觉目前来看就是安尼，但是这我无法度去反驳说是不是蓝绿对决，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直都不希望陷入蓝绿对决。我必须说，霸团其实在不管是一阶或二阶，跟绿营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绿营从来没有主导过霸团哦。我今天下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黄阳敏媒体人他说。绿营的这些霸团的这个志工可能都是公民。他说，可是核心的决策干部，难道不是这个绿营的人吗？我就想说啊，你建股是对，你提一个出来嘛，你不要只会空口讲这种话呢。你这个，我觉得我感觉这绝对不是民主的做法，因为民主是讨论，我今仔日用这种讨论的方式来讲，就是因为咱相信民主。结果你一下就讲啊无啦，你就是非 A 即 B 啦，然后说自己是受害者。那我们这些背后没有政党立场的，没有政党背景的人，好安尼，票红我安尼问你吼，恁这个运动会死心没？那网络顶头不要散了哦。我讲姐，7月26号当天不是开完票嘛？啊，我们是唯一一个有自己开票的霸团，在荣兴花园。然后，当然结果大家都会有点失望、失落。但是上尾啊，咱的决定是讲，删除危害袂当算。那我们就开玩笑说，坏消息哦，罢免没有成功。好消息，删除危害群组没有要解散。那大家的士气就起来，就是大家其实在这边找到一个归属感，大家认识，就这是很有趣的，就是我认识太多。不是绿营背景，或者他不是支持绿营的，他是蓝营背景的。我讲一个大家拢熟悉，就是迄个国民党知青党部的迄个80岁的迄个黄登煌，黄牧师。王宏威讲伊是什么？王宏威讲伊是这个台独的这个大本营长老教会的人，伊不是呢，他是最具代表性的华语教会的牧师我是唔爱底下讲迄教会的名啦，所以你看王辉的逻辑就是这样，你只要跟我不一样，你只要讲我是安怎，我就互你我做你是绿营的。这吼，我还是爱等来甲林老师的讲法，就是讲，伊遮真侪细节，在大选内面拢看起来，吼，那因为我所在，因为我对我做新闻的人，我知影真侪细节。但是我知影讲啊，真侪搁较侪人是唔知影细节的。老师，你认为这罢免制度敢需要来检讨，还是讲无啦？啊，这就是天清自然，这就是安尼，无法度。我想这个时代伫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大概无一个选举，咱讲的正面清气，日头拢照会到，无黑暗，无即个咱拄啊，比方我听的其实是真艰苦啦吼，但是就是讲，即卖民主选举大概就是安尼，咱看咱要解说、要解答多一个问题，咱若要解答为什么会输，为什么结果是安尼，甲过程安怎去改变，安怎互伊更较好，这是一个无共款的问题啦，那就罢免这个制度来讲，我个人一向是反对罢免制度。但是我认为这个大罢免无共款，意义是完全甲这个单一选区民意代表的罢免是完全无共款的政治意义。若无伫个确实是伫个这个宪政制度上，罢免制度其实毋是遐尔啊理想。要安怎讲？伊要达成的功能，甲伊的意义，因为罢免老实讲，就是无需要法律理由嘛，罢免就是政治理由嘛，政治理由就是毋免理由的意思嘛，
要看另外真侪国家，其实罢免大概拢维持伫个行政首长，哦，县市长，就有种行政权，因为有权利，吼，所以因若真正也未到违法的程度，但是譬如讲，伊伫重大的决定有伤害利益，啊，大家要甲揪落来，这种制度有，但民意代表伊的情况较无共款，吼，所以若就宪政制度来讲，其实罢免是一个需要去进一步思考的一个，咱讲利弊，爱去分析。是，啊，开阳遐吼，刷落来，这个国民党，啊，即摆拢大家拢无敌星星啊，伫国会内面啊，啊，但是人因国民团体讲无爱刷去哦，即摆佫要继续监督哦，你认为刷落来会安怎？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那这个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啊，就是你在政府，你可能觉得我对这个人只是整你一下嘛。那可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你在破坏我整个人生。那我很多人伤亡数字对于将军来说，他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它就是全部。我们必须有这种想法。所以现在的问题其实是蛮严重的，我觉得还不是国民党的问题，也不是罢团的问题。罢免是一种仇恨动员。那你要知道人性里面，爱有时效性，恨有永久性。你想想看，对，你现在记得小时候的人，对，你记得最清楚是谁？你最讨厌的那个季安，对，好，就是这种。那所以。现在这个仇恨动员罢免，它就是仇恨动员。仇恨动员下面来，那蓝的把你把你们抹绿，那绿的也把蓝的去抹红。那大家恨不恨？恨啊！这种恨都会记很久，很久没有办法消除。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国家的领导者也好，各个政党的领袖也好，你要有智慧去处理的事情。说实在话，台湾以前有没有经过这种事情？有啊，有啦。对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314啊、925啊，在我们高雄打得头破血流，那车子都给他烧了。控机。对啊，然后最后怎么办？打到大家受不了，去喝大和解咖啡，对不对？新党跟民进党去喝大和解咖啡，虽然那有政治权谋的部分，但是他们也有政治智慧，坐下来就说我们不能这样子打，这样打我们大家都完了。对，就慢慢的也回去跟支持者去控制、去疏导，说以后不能再用这种暴力相向的状况。以前坐个计程车可以，我说我要坐到那个中山北路，然后就可以坐到林口。那不是我们计程车司机要对我怎样，是我们那台车子被另外2个不同车行的人架着，哈，就这样逼着上林口了。那个时代我们都经历过，所以我们不想再回到那个时代。那大家就要有智慧去坐下来，去妥协，去处理这件事。所以这些事情大家都是需要去做节制的。那刚才老师讲到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不是，如果你纯粹就学理来讲，我也不是很赞成罢免这件事情。那但是你既然有这个制度，有这个东西做下去，那就试看看。好，有时候做到不好，结果不好，好，大家才会认真来改。其实大家才厉害。哎呀，那个罢免，我这样讲好了，罢免这是现在的罢免法是修法过的，以前是221，门槛很高。黄国昌要求修法，对不对？好，修法通过的时候，架着所有的舆论跟大家都架着修法了。通过的时候，那时候亲民党党团的总召叫李鸿钧，那就在修法通过了发言台上面就讲说，这个我希望选举有它的严肃性。好，就是这个事情，希望虽然今天通过这个法律，降低了罢免的门槛，让大家罢免更容易，但是我希望各党能够节制，那不要滥用这项权利，没有用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说这一定会被滥用，那你就会到了天下大乱。好，那现在是要把它处理好。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有罢免制度？没有路啦，不罢。去年那个你国会你多数就这样子乱搞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罢免制度，大家就闯进去了，那就变政变了。对你剩下的路是这样，那罢免反而是一个缓冲器，然后为什么会大家会闹到这样子？很简单嘛，我们的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去解散国会啊。我碰到完全汉格的状况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解散国会啊，我也没有美国那种期中选举，可以我2年，我再忍你1年，我明年把你全部换掉，可不可以？不行，我们完全没，我们的宪政在对抗的这个事情上面没有好好思考，它其实没有足够的出口。我这样讲，民主不是什么完美的东西，它就是你要预期大家就是会冲突，就是会乱搞，就是会要碾压你。就是要霸凌你，不会霸凌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然后就这样子，那你要给这些东西有一个出口啊。这听起来就是要修宪呐，这修宪就是民主未强啊，这是敢若州处第3害，第3害是家己叫伊家己修。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刚才先讲爱跟恨，就是大家要去和解嘛，大家都碰到这样子的状况，有一天你执政，我们党派不同，你执政我执政，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大家要不要坐下来和解？和解完我才能修宪啊！哇，这费思量呢，来何进。我先回应了我部方兄讲的啦，我讲迄细节有些东西我不知道啦吼，要么过罢免的过程中吼，就说罢免仇恨动员嘛，你罢免了，大家拢委屈啦。你委屈，另外一边嘛委屈啦。和是是非我袂当，我袂当去讲，我唔讲你唔对吼。恁罢免恁家已经是全国吼，除了叶元之内以外，数上少的，袂到1万票，其他拢1万票起跳。今选情吼，赖清德讲民主的纷争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即马更大的民主结果出来，伊讲我无看到。选前行政院甲你讲这是公民课，公民课下课啊，伊讲我没上到，对不？你就爱去你不承认这个结果，后边不要套啦。吼，昆玉拄仔讲的，吼，我先讲吼，大家一直有人咧讲吼，讲为怎样阿扁的时阵嘲笑野大，甲即马嘲笑野大无共款，吼，结果青拢讲迄阵有王金平，即马是韩国瑜。我先安尼讲啦，头前两个民进党的院长嘛无做到偌好啦，吼，这两个上大的差别在倒，在司法的角色，吼，阿扁的时阵，司法院无咧跳入来啦，迄阵庭见合适，人就做520号解释，你两个去解决，两个在行政院长跟立法院长在台北宾馆签2月协议，你两个爱去核调，吼，唔是拢我来处理。这届大法官呢，宪判8号、宪判9号，什么物件拢敢做？法官造法，结果架到即马袂头的，即马搁一大堆事先案卡在那边，不管阁揆要不要换，你先告诉我那些事先案该怎么办？即马人民申请的，只300几件拢卡伫遮。不是讲迄2件，我讲林焕仪遮的，吼，你遮你无透的，你后壁拢袂透的。今嘛是讲你变成你司法院介入整个行政立法院的纷争，你变成参与者嘛，所以你今嘛袂套的嘛，以前为什么会套的？司法院就节制的嘛，你两个卖伤超过，我拢无来查你，所以你们2个逼着你们要上谈判桌嘛，这届不是啊，大法官就讲，这就是你唔对，立法院后届拢在听我的，吼，甲你讲你可不可以行使调查权，吼，我无讲会使，时阵拢袂使。靠人大法官安尼做的，4至585号就叫没收。你即摆问题，为什么歹套？我为什么歹夹？就讲你即摆为什么卓荣泰会变成市县院长、副议院长？就讲我后边司法院徛在我后边啊。好是，你就要先停在遮，我请嘉豪老师来。这点我甲郝志兄的看法可能较无共款。当然，我感觉有一点应该有共识。就是司法爱互立法形成上大的空间，这点我完全同意。但是这个空间是有界限，是有一条红线。我认为这个113宪判8应该是啦，宪判9，宪判8是死刑啦。我认为113宪判8是死刑，加113宪判9关于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我认为113慢就有达到红线。好，我认为，好，当然大家莫误会，我毋是赞成讲司法的话对立法形成这个什么拢会他概率，吼，无什么拢互司法，这个欧洲人讲司法独裁啦，吼，就是 dictator， 就司法独裁，毋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若立法万一达到红线，吼，可能咱今日毋是真适合的时间来看，迄个一款迄司法对咱安怎？但是我感觉爱互立法。吼，尽量大的形成空间，只要无达到吼违宪迄条红线，吼，所以我看原则上应该讲法是共款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设计、具体的制度的改变，可能要有搁好好检讨、好好讨论。咱会当先停一只吼，等于好事。上后尾因为你爱先走，我先和你讲，就是讲刷落来，你认为听起来就是你认为民进党爱较主动。爱去做什么工课？你建议？我想讲上简单的，你先承认，你先承认自己输吧。哈，你不承认你怎么去面对嘛？对，你到今嘛讲我无输，哦，唔是上赢，唔是上输。2天3天，佮未接受安尼啦。我就讲你当初更大的民主是你讲的啊。今嘛甲我讲我无看到，你爱先承认这代志，一项去讨嘛。我讲我上简单，我来讲讲。你今嘛吼，因为你今天整个时间，因为过去这1年的纷争，吼，行政、立法、司法3个东西尬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有些结已经解不开，越解越打越紧了。好，你今天这搞你就爱去套嘛，好，你今天卓荣泰自己都承认自己是副议院长，今嘛这个情形你该做得落，对不？你今嘛这物件你就先，我就拄仔讲的。你即马第宪法法庭遐释宪案，你无抽转来，你敢有法度解决？你敢立法院敢有法度运作，对不？人头一天吼，把你大法官所有提名都砍掉，隔天人大赢，对不？你即马司法院要讲啥？佮讲哦，你看在野党都那个。你新的大法官，你都要重新提啦，提一个社会能够接受的，提一个检察官做司法院长，迄大家来该接收，全世界到哪里舞的，对不？你基本上要先承认失败，然后内阁你不要说什么，当然有些人讲到什么共治啦，什么虚位元首啦，卖公告遐啦，吼，迄不可能的代志啊。要毋过你今赖清德，你有要小花放手嘛，对不？你像蔡英文吼，2019年互了偌千多放假的时阵，对不？不是讲提苏贞昌，吼，都苏贞昌决定，孙昌的行政院长是真的行政院长呢，对不？蔡英文几乎不管呢。你偌千多如果不能够提一个有协调性，能够跟朝野在野党去协调，能够后面不要看起来让人家像卓荣泰看起来了，啥物物件都落这个决定的嘛。这我就唔知啦吼。但是我知影讲后是你的意思是讲，民进党先承认失败了后，来彻底来改变作风。那尤其迄个头赖总统爱先处理。因为今嘛，大家当然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朝野非常僵啦，吼。要么讲你讲是拢北党都没有办法讨论空间，还是说都没有让步空间？其实唔是嘛，我立法院足久，关于的立法院嘛足久的嘛，吼，这届柯总召甲以前敢有相像，大概朝野协商的反腐开天开始讲，一个人拢讲了啊，大家讲啥？就即摆问题讲，你要试着朝那个朝野能够协调的方向去走，各退一步啦。你所有东西都是复议视线，吼，你要安怎协调？对不？我这边我要请坤友兄吼，因为咱在立法院超20-30年吼，你感觉国民党会当先做啥物代志？吼，什么事啊？很简单啊，那个3个党的党团总召，通通都撤到2线去。啊？全部先退到2线，你可以参与协商，因为你守法令、守法案，但是麻烦你退到那2线去2个月，那。2个月换新的那个人代理总召上来协调看看大家能不能够讲事情。我讲实在话是这样啊，这3个人
我们在立法院看那么久，这3个人一坐上去，大家都知道是没有办法讲话的人，没有办法协调的人，哈，而且动不动就要碾压。那请问一下，我被你碾过了，对不对？我下次不会弄回来，我当然会弄嘛。所以这是人性，大家仇结得太深了。你就把它通通推到2线去，顾问专业意见，但是要谈不要谈，然后主导了换人，换可以谈的人。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以前我们永和那个林德福这次也被罢，我都觉得他被罢得很冤啊，他老好人一个呢。那我认识他20-30年，然后他从来没有看过说他要带护具啊站到台上来170回呢。那然后。怎么会一个政党或是各种方面的政治的斗争，可以把大家斗成这个样子？那林德福是一个可以谈的人，赖世宝也是一个呢。那赖世宝，你跟他讲，他有的哇完以后，你跟他讲道理，讲了专业的事情，哎，人家终究是博士啊。那然后他条理分明，他还是可以说理说得通的。老柯也不是不能谈啊。那美猪的时候，哇，冲了民进党出了。